我要跟全世界各地专门念佛的这些莲友们，大家互相来勉励。我们除了念佛以外，就是必须要重视因果。过去呢，有一位老和尚，他发心要建一座寺庙于是他在市街上面他每天诵经念佛了。经过了3个多月以后，竟然没有人理他呀。旁边呢，刚好一个卖烧饼的小孩，他看了以后，他十分不忍心，这样慈悲的心呢油然而生。这个小孩就心里想：哎呀，老和尚太辛苦了，我把卖烧饼的钱呢就给他吧。于是呢，他把当天卖烧饼所得到的钱全部都捐给老和尚了。这个附近所有的住家，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个个心生惭愧。他们自己就想了，卖烧饼的小孩都知道发心做功德，难道我们比不上一个小孩吗？于是呢，就一传十，十传百呀。你也布施，他也捐钱，一下子呢，很快的就把建庙的钱筹齐了。老法师呢，都十分感激这个小孩，他就对他说了：“小朋友啊，小朋友，你今天发心做了大功德，便是我们这间寺庙佛事的大护法了。将来你若有什么困难的话，可要记得到寺里面来找我啊。”小孩子回去，因为他交不出这个卖烧饼的钱，而被老板解雇了。又因为一时他找不到别的工作嘛，所以只好呢流浪去街头，最后沦为乞丐每天不但3餐不继，而且头上还长了拉力长了不好的东西，眼睛也乌瞎了，去弄脏，结果瞎掉了。正当在贫病交迫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忽然他想起老和尚说过的话，所以顿时他感觉的绝处逢生就一步一步的摸索往这个寺院慢慢走来了。而老法师因为修持得到了，他已经悟到了，已证得3明6通所以知道小乞丐将到寺院里面来求援，来祈求帮助。就在当天晚上呢，召集所有的门徒还有一般信众，就交代说：哎呀，明天有本事的大护法要来大家要开山门恭敬来迎接他，不可以怠慢哦。第二天，这个全寺院里面的这些执事法师们洒扫以待就准备要等待。可是直到傍晚他都不见得有什么大护法来了。老和尚就传人一问，这个知客师很疑惑的回答说：好像没有什么大护法光临没有老和尚呢就责备的问难道今天什么人都没有来吗？这个执事的法师们就说：没有什么人来只有一个瞎眼的小乞丐他要进来，我担心怕坏了迎宾的大礼给他几个饼呢，就把他打发掉了。老和尚一声非常生气的吆喝：哼，这个小孩就是我们的大护法你赶快把我们的大护法追回来知客师听到这个声音非常惊吓面有难色，又不敢违抗这个住持的吩咐最后只得立刻下山去追寻了。幸好这个小瞎子呢，他的脚程慢不久呢就被追上了。他便把小瞎子呢迎进这个寺院里面来，恭敬把他招待，百般的呵护他，让他在寺里面住了下来。想不到了，有一天夜里的时候小瞎子上厕所的时候，
竟然一个不小心掉下那个茅坑他淹死了。哇，糟糕！这个消息一传开来又许多人替他打抱不平，就说了：世上哪有什么因果报应这个小孩子本来卖烧饼为生，日子过得好好的偏偏做了那个功德以后，就交上了厄运。先是被解雇，最后当乞丐，又瞎了眼睛。好不容易在寺院里面安顿下来，却掉到茅坑淹死了。你们说说看，好心哪有好报呢？大家都存了怀疑为这个问题大家解不开。话呢越传越盛终于传到老和尚的耳中有一天，老和尚呢就召集这个村民开示。因为老和尚已经悟道了嘛，明心见性了，把这个三世因果的公案呢做一个了结了。他就说到，这个小孩依照过去世的业障，应该要受到三世的痛苦，三世的折磨。第一世他要受穷苦报，贫穷的这种痛苦报应，现拉力相第二世呢，要受他眼睛会瞎掉而不见的报应。第三世呢，他应该受跌进了那个茅坑淹死这样报应。可是因为他一念的慈悲发心做了大功德，所以将三世的罪业提前在这一世当中受报，省去了后两世的痛苦折磨。现在已经超生到忉利天宫去了，因果历历不爽丝毫都不差。难道我们可以用凡夫的眼睛来去衡量吗？不可以的。因果是炯炯昭彰其次善恶没有报应吗？不会的。他所做的这个大的功德，建这一间大的寺院，你知道他的功德永远存在，把以前过去所造的罪业化消掉了，清除干净了。所以他把所有以后要报应的这些罪业集中在这一辈子当中。所以各位一定要明白，我们人不能以凡夫的眼睛看待这样一个问题，不可以。这个叫做三世的果报。我们如果明白现在这一辈子你所做的，在下一辈子会回到你身上来。那可能我们并不见得就是下一辈子，可能是2辈子、3辈子、4辈子，但是因缘成熟，它一定会出现。所以佛菩萨讲一句话假使百千劫吗？所作业不亡所做的业是不会消失的。因缘成熟时果报还自受。那个因缘成熟的时候，自然那个果报就会在你身上出现。这个是佛菩萨交代的话，我们就很清楚说，我们现在这一辈子，你应该利用你这个色身人还健在的时候，尽量的发挥你生命的意义跟它的价值，好好为众生多关心多帮忙，然后你做得到，你要多布施，那这样对你往后的日子会很大的好处。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必定会有报应的这个是佛不会欺骗我们一切众生，讲的道理都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尤其学佛的人，你基本的认知不能偏差。要了解你现在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你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其实是回到你自己身上的。这一点呢，希望大家都明白。我们赶紧念佛，有念佛的人绝对到好地方。这是佛亲口告诉我们的。好，南无阿弥陀佛。